Hello， 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又嚟到星期五見我禮物小姐嘅時候啦，又一個星期五啦。今個星期有啲乜嘢嘅獎品俾你哋換領？唔好等啦，而家一齊去片啦！第一份獎品係 Nike 原野朋友系列萬用小袋，同學需要用1萬個 Smart Points 嚟換領，名額有6名。我禮物小姐呢，之前都為大家帶嚟好多唔同系列嘅萬用小袋啊，今次呢，就為大家帶嚟呢一個呢，同之前有啲唔同嘅。之前嘅質地通常都係一個毛毛質地啊，或者啲布藝嘅質地，而今次呢一個萬用小袋呢，佢呢就係用一個呢膠嘅質地㗎，咁所以呢，佢會比較防水㗎。你見到佢嘅顏色呢，都係偏向呢一個泥土嘅顏色，有一個原野系列嘅感覺啊。上面呢，有一隻野生大象嘅圖案，而且呢，你唔好睇佢出邊係一個泥嘅顏色喎，其實呢，你打開入邊嘅時候，入邊呢都會有唔同嘅圖案，非常之靚㗎。入邊呢，有隻馬騮仔嘅圖案，好可愛㗎。另外呢 Nike 嘅萬用小袋呢係非常之好用㗎，佢通常呢都會配以一個呢掛鈎，可以方便同學呢掛喺你哋可能喺條褲嘅褲帶度啊，又或者可能俾你哋掛喺你哋嘅手袋嗰度啊，咁就可以方便同學呢冇咁容易唔見咗呢個袋仔啦。同樣啦，佢可以咧幫你放住一啲嘅細小嘅物品，例如潤唇膏啊、紙巾啊，甚至係電話嘅。好啦，如果同學你哋想換領呢個 Nike 嘅原野朋友系列嘅萬用小袋嘅話，咁就唔好等啦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換領啦。第二份獎品係漫畫《論語》圖典，同學需要用1萬個 Smart Points 嚟換領，名額有1名。可能呢，同學呢聽到《論語》都會覺得哇好深喎，好多字啊，唔知佢講乜啊。同學又知唔知道《論語》係咩嚟啊？《論語》呢主要係記載孔子同埋佢嘅徒弟之間問答嘅言論同埋人生嘅事蹟嘅。呢本書呢，由春秋末年時期至到戰國初年，由佢嘅弟子同埋在其傳嘅弟子編寫而成嘅。孔子係作為中國最偉大、最具有影響力嘅思想家同埋教育家，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嘅旗幟，喺好大程度上面啊，都係通過《論語》俾大家認識㗎。可以話呢，《論語》係了解儒家思想同埋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嘅一本書，更加係學習做人處世人人必讀嘅入門書啊！喺生活指引同埋心靈提升上面，能夠獲得多方面有益嘅啟發同埋借鑑。喺呢個意義上面嚟講，《論語》2000幾年嘅歷史，一直呢都係我哋中華民族生命嘅活水源頭。而以今次呢一本書為例呢，就以漫畫藝術呢個生動有趣、平易近人嘅形式去表現《論語》啦。相信同學呢睇呢本書嘅時候呢，都會更加容易明白嘅。同學，如果你都想睇下呢一本嘅漫畫《論語》圖典嘅話，咁你仲等？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換領啦，名額得1名嘅咋。好啦，今個星期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個星期再帶唔同嘅獎品俾你哋換領啦，下個星期見，拜拜。